市府文化局甲一个单位合作，伫台港文化中心举办名为看医生张万全作品修复展。这个展览向小朋友介绍艺术品修复的观念甲技术，也让小朋友对着艺术的概念会当自细汉培养。这是张万全老师第一次我们以插画的形式来介绍张万全老师的作品，也是第一次以学龄前儿童来作为我们主要的目标的观众。我们希望可以让张万全老师成为这些孩子所认识的第一位大师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在我们台江文化中心种下这样一颗艺术的种子，希望它可以有一天萌芽、成长、茁壮。这一个展览呢，我们希望是可以把修复呢再向下扎根到幼稚园这个部分，让我们这些小朋友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。那将来呢，也许他对这个修复呢会有更大的兴趣，跟还有对我们艺术呢保存还有文化有一个概念哦。那从他们这个幼稚园的教育就开始。为了这次展览，修复工课也特别设计了学习单，让幼儿园的小朋友会当做伙参与。目的就是希望小朋友会当在游戏当中认识台湾的艺术家，嘛增加了因对着艺术的亲近。你有把画修理好吗？有。你用什么修的？用蜡笔。蜡笔修的。红色。红色。粉色。蓝色。蓝色。黑色。黑色。我没有经过修复师，没有经过这些我们艺术家不管艺术家的后代或是国家来保存的话，我相信不到20年、30年，我们这些作品你们完全看不到。我们这些的文献需要透过政府单位、透过修复师、透过学者，把这些重要的文献记录下来，留给我们下一代。就像今天松影来让小朋友第一个认识张万全老师的这种修复展。我真的觉得很有意义的。透过体验式的教育，让艺术品修复不只是无聊工课，透过趣味好耍的艺文体验，让小朋友自细汉开始对着艺术培养出兴趣。名为看医生张万全作品修复展，目前也当伫咧台港文化中心二楼展出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